我哋今日嘅挑戰就係翻去入境處總部一個神秘嘅檔案室，揾翻屬於自己嘅出生登記記錄。Let's go！哇！估唔到我哋居然可以嚟到呢一個地方啊！咪睇住呢度啊！香港由1873年就已經有出生同埋死亡嘅登記工作㗎啦，計落已經有153年歷史添啊！我仲知入境處係由1979年開始接管呢一項工作。咁你又知唔知呢度總共儲存咗超過17000本人手記錄嘅出生、死亡同埋婚姻登記冊先？冇講咁多啦，我哋即刻入去搜。Madam，你睇下，我揾到最古舊1873年嘅出生記錄啊！喺以前嘅出生記錄，爸爸嘅職業係必須要填寫嘅事項。嗰陣時，好多人嘅職業都係海員或者係水手，真係好有時代感㗎。我揾到個記錄啦，仲記得我張出世紙都同呢個記錄一樣，係人手書寫同埋橫向格式㗎。Madam，我揾勻晒成個檔案室，都揾唔到我嘅記錄啊！我係咪執翻嚟㗎？小師弟，你幾時出世㗎？咪1997年5月咯。哦，咁梗係揾唔到記錄啦。自從1995年嘅11月之後，入境處就將全部出生同埋死亡登記記錄由人手書寫變做電腦記錄㗎啦，格式亦都有橫向變做直向添啊！原來係咁。咁 Madam，你啱啱話揾到自己嘅出生記錄，咪即係？你快啲翻去出生登記處申請翻張出世紙，完成任務啦！收到。一張出世紙由手寫到電腦印刷，格式由橫變直，見證住入境處跟隨時代進步嘅步伐。雖然記錄嘅方式變咗，但入境處會一直為全港嘅市民記錄低最珍貴嘅人生軌跡。同行65載，祝入境處65週年生日快樂！咁 Madam，你真係幾多年出世啫？